承认错误，说宣称他是恐怖分子，是跟恐怖组织有关这件事情，台湾政府必须公开的承认他的错误，所以他才会愿意撤销他对台湾政府的告诉。然后他也说他会向台湾的法律提起要求说，台湾政府在公开的宣称说，他就是刚刚台湾政府之前所宣称的是错的之外，而且必须要向他正式的道歉，同时必须说明解释清楚他们为什么之前对他个人做这样一个宣称。最后他也在强调一次说，世界为人大会并不是一个恐怖组织。那再回到前面，刚刚嘉欣问说他为什么设定爱的10个条件也就是说他觉得人对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比较高标准的一个要求。那他的族人正在受压迫受苦，所以他觉得应该把族人的需求摆在自己个人爱的前面，所以他定了这样的10个条件。